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先来团练今日要吟的诗歌，105首，我来亲近耶稣。150啦，不是1050。哎，150首啊。你说105？哦，1150。这个给你啊。我来亲近耶稣，耶稣多好，心内若有上上伊予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界亲像我甲你。好，第二首是303首，主我要学落你。主，我要学落你，真心真意。我要牧养你，一秒多宽灵，为延更你生命。主，我要学落你，真心。第三首是393，咱先吟一遍就好哈，吟一遍就好。福禄全灵，稳定自在，满足清福，感谢跪拜。白行诚心，公义仁爱，尊严常在，地高万代。这时，咱备办咱的心，要来欢喜学落咱的上帝。咱对上帝无咱正的事，阿妹吗？阿妹。咱请起立，同齐来吟诗学落咱的天父。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互咱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咯，为啥一生学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感咱变正
烦恼变福气。伊定甲因带，互咱阮的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路开车。有遮尼大，咱着学路开车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我一家来宣告，一定较因带，一定较因带，互咱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路开车饮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哈利路亚！将所有的荣耀归予咱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信心邀请你来，信心邀请你来，这时来进入阮的同在，因带甲阮。来同齐来敬拜，哈利路亚！天父听咱众人，守护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为着就是要救赎咱的性命。这时，咱用这首诗歌，搁较深来回应上帝，搁较深来甲主讲，主，我感谢你。每条路，世间真路，受事都是圣经，真求赎回，天命跳脱，天父实在是听。是条，连我也得条，下我一切无悔罪过，天父上帝是条。虽然咱伫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同齐来笑脸上帝的恩典。天父生命，最初对定是我一人，也故意也是听。天父上帝真正是条，连我也一条，下我一切无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天父上帝是听，伊引带咱，帮助咱。当咱咧敬拜时，你是毋是透过这个文字，搁较深，搁较深来甲主结连？当咱咧吟这首诗歌的时，是毋是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咧学习咱的上帝？圣囝耶稣受定，圣囝耶稣受定世间，替咱受苦惨死。咱是毋是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是为着我受难罪罪，一条亲像
心。天父的上帝，真正是条连我也的条，消我一切无悔罪过。天父的上帝是听。伫你要坐落来进前，甲你的边仔讲，天父疼咱世间众人。咱请坐。这时，咱有淡薄仔时间，安静伫上帝的面前。你会使甲你的手揢伫你的心的。咱轻轻来吟。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聆听好听你的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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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睭，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救赎，有你引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看我，你永远袂放下我，因我一生予你真正。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救赎，有你引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看我，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袂放下我，因我一生予你的真正。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我的救赎，有你引错，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看我，你永远袂放下我，因我一生予你的真正。
记得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手轻轻看我，永远袂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情得着。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较无来敬拜你，阮较无用搁较深的灵来敬拜你。圣神啊，你做工伫阮的心中，咱听上帝，是因为上帝先听咱，咱拢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咱一生的愿望，就是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我们时时听候上帝你对阮的性命来讲话。主啊，我知你爱万人得救，无爱一人来沉沦。阿门。阮会尽阮的气力来跑走传福音的道路。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伫姊妹的面前，搁一解讲，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照伴。阿门。主，阮感谢你。愿今日的敬拜会当互你得到荣耀，得到欢喜。愿敬拜、学乐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将一切荣光归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会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请起立，咱做伙来吟诗学乐上帝。成圣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请起立，咱吟全首。心内
兄弟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为主信心共同的教会，谦卑来恳求祈祷，互教会充满真理甲和平。既若有腐化的所在，求主革新；既若有错误的所在，求主来改正；既若有过失的所在，求主帮咱改善；既若有欠缺的所在，求主充满补足；既若有分裂的所在，求主同心来联合；既若有公义的代志，求主加强公义。听从阮的主，你爱阮常常欢喜，无停的祈祷，凡事感谢。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总是因为你的疼甲恩典，有容允你的囝儿表达阮的心意，有特权参与伫你所要做的决定。求你使阮开放、顺服、感恩的心，求你接纳有合伫你旨意的应允。全能的上帝，愿你全能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交永远。阮特别为着9月初10 150周年社区音乐会来祈祷，愿主创造上帝的启示，助咱看出宇宙万物的美妙，感受造化活命的律动，继续主耶稣基督的听，激励人用各种的音乐、艺术、舞蹈、才能来表达出较丰盛的生命活力。也愿圣神感动咱，时常学乐、宣扬、见证做者，来荣光互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愿今仔日的敬拜、学乐，愿主接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阮平安。这时，咱要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107页，伫新信息后壁。启应文60，哥林多前书13章。启应文60，哥林多前书13章。现着我来读，听者大家来应。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做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
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年。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安尼信望恁来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这是圣歌对献诗所要献的是来敬拜主。这时，请兄弟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念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心、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整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因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煞者要强读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记载伫新约
约翰福音132页。现着我来读，请这大家来听。约翰福音21章15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遮个吗？因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囝。16节，第二摆佫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吗？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三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吗？彼得因为伊第三摆甲伊讲：你听我吗？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啊！以上。所者是讲道，今仔日余杰牧师要讲的道理是听主的心志。我将时间交予余杰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今仔日的敬拜礼拜一开始到伫即马，毋知大家有发现？伫真侪听书内面，拢咧讲到一项代志，就是听。对一开始敬拜俄罗所带的，有一首圣诗31首讲：天父听咱世间人。我想伫咧选诗歌主领的人真用心，会用即个主题伫中间来敲出搭合的诗歌。然后伫头拄仔咱所启用的。头拄仔咱启用的经文是啥物种的经文？爱的真谛，嘛咧讲到仁爱，其中讲到什么？人若有仁爱，对一切就有信心，就有仰望，就有耐心。信望爱，其中上重要是倒一项？仁爱。感谢主，互咱成做一间仁爱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仁爱的基督徒。然后到伫经文今仔所讲的，伫咧讲到耶稣甲西门彼得讲：你来饲我的羊啊！所以三听即个功课，是教会，是咱伫信仰顶面真重要的一项事。有一句话安尼讲：上帝是爱，离开了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去爱和被爱。关注帮助咱，互咱伫仁爱的功课不断来比超人，来学习，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一个真重要的事，就是耶稣的听伫即个世间。因为主耶稣你听世间人，用你生命的款式来教导阮怎样彼此相听，怎样听主、听教会、听人，甚至是听家己。求主帮助阮，搁一摆对你真理的话语来学习，怎样来活出一个听主的心志。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是爱，离开了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去爱和被爱。人若听上帝，这个人就是互上帝所认办。圣经真理甲咱讲，上帝就是听。当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有一个真珍贵、真宝贵的部分，就是人有听的感情。人活着需要学习怎样去听人，也爱学习怎样互人听。
所以伫即个疼的关系内面，当对方有反应的时阵，就有奇妙的代志来发生。特别伫一个囡仔的身上，伫北欧，伫一个最古老的乌普萨拉大学，有一个附设儿童医院，内面有一个爱德华教授，伊认为爸母的体温，父母的体温要比保温箱的那个温度来得更天然，也更稳定。当爸母甲囡仔有肌肤上的接触，有爱的拥抱，有爱的语言，有爱的眼神，有爱的对话，这当互一个囡仔，甚至是一个早产儿，这个囡仔伊的生命的成长更加的顺畅，体重嘛当稳定来上升。所以这个科技的发达，现代的网络技术，这个机器机械的便利，其实无法度来满足人类上基本关键的需要，就是听甲关怀。所以家人的温暖是任何人工的智慧所无办法直接来取代的。我有一间病院，伊做2组的实验，这2组囡仔是破病的囡仔。那 A 组呢，分 A、B 2组。A 组这一群的孩子，有家人的关爱，有朋友的关爱、祝福，常常去甲伊探视，甲伊讲鼓励的话。另外一组 B 组呢，无人要插伊，孤零零的被冷落、被孤立。这2组的囡仔，你想，倒一组的囡仔伊的复原会较好 ？A 组。所以一个常常互人鼓励、学乐的囡仔，得到疼痛的囡仔，伊的生命会当展现自信、勇敢、明亮、快乐、积极、正面。总是一个常常被责骂，互人要求高度要求压制的囡仔，伊就退缩、忧愁、忧郁、消极、负面。所以原本一个囡仔，伊天性是要快乐的，总是受到成人世界这个要求压制，这个看法，伊反倒揪去。所以这个疼对囡仔来讲，真显明，伊会当感受到什么人疼伊，伊会去挖滚遐人。所以真侪人伫感受到疼的过程中间，伊的生命得到新的改变，也得到溃烂。因为爱就是一种力量，伊嘛会当医治人的心。所以明白上帝，人才会当明白到这个疼，因为神就是爱。明白到上帝的疼，才会当体会，才会当拥有，甚至活出这个爱。一首歌讲活出爱嘛，有一份爱从天而来，你可能没有看过，你没有见过，可是你可以体会到，因为这份疼就是耶稣的疼。所以对着上帝的疼，咱对人目开始有感受，有体会，有经历，然后你有拥有，你才能够去分享，你也才能够去活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伫咱接受基督信仰久久长长的年日内面，你怎样去感受上帝就是疼？你若感受哪多，明白哪多人，体会经验哪多人，你的内心就充满更多神的爱，然后你就会当用这个内面所充满已经满意的满满的神的爱，你会去分享，然后你很自然就活出来，因为你就是一个见证。一首短歌安尼讲哦，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怎么样？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
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我们一起唱：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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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嘛是金句。当咱教导囡仔吟这首歌，伊就甲上帝的话背伫伊的心中。这是我伫主日学时阵所学的歌，够大要个记条条，随时都可以唱。所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神而来。咱无一个人是完全，咱无一个人是100%伫上帝面前安那。哇，你拢没有瑕疵，没有，就是因为安尼，咱有软弱不足，咱来求问耶稣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行伫这条，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耶稣就是一位真怜悯人的人。伫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安尼讲，当耶稣他走遍了各城乡，一直会堂内面伫咧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佮医治人，总是当伊看见这些人的时阵，伊就怜悯因，就怜悯他们，因为这些人亲像困苦、失散，亲像羊无牧者。所以，当咱组织伫这个所在，伫咧敬拜服侍，其实伫这个礼拜堂的外面墙外。是偌济人，因是这种的情形，因是困苦失散的人，因是那亲像羊无牧者的人。因的生命欠缺，因为欠缺明白上帝，互因生命减一个困难。所以为什么耶稣伊交代咱要往普天下去怎么样传福音，让万民来成为我的门徒，来为他们施洗。所以，为什么会有宣告这项事？为什么会有短宣对这项事？有长宣，有短宣，拢袂要紧。为什么有人会抱着这种宣告的心？无论伫本国或者是伫外国，因为因看见困苦失丧的人，因毋茫会当互因一寡的温暖，会当将因的生命来做见证，见证上帝就是听。带因来到伫主的面前，耶稣伊有医好2个青梅，伫马太福音20章，安尼讲有2个瞎子坐伫路边，因听讲耶稣要对这条路经过，耶稣经过，因就话讲：大笔的王啊，求你可怜我。伫迄个时阵，众人就责备因讲：恁点点莫出声，总是因哪话哪强，因讲。主啊，大笔的王啊，求你可怜我。耶稣就停落来，甲因讲：来，恁爱我为恁做什么？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因讲：主啊，我的目睭要得到看见。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经文那里讲，经文讲，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伫遮讲耶稣，伊发出慈悲的心，发慈悲，就是一个怜悯的心。当咱看到人陷落伫艰难、困苦、病痛，咱的心会当去感受无？咱会当发出迄种慈悲的心无？你若有慈悲的心，你就是有耶稣的心。总是你若是硬心，你就是要毋捌上帝。因为圣经安怎讲？上帝讲：我要把你的心变做肉做的心。
要甲石头心变做肉的心。所以，当一个人伊哪会当去怜悯人，哪会当去安慰别人的时阵，就表示伊明白耶稣哪做，就表示伊得到耶稣的疼哪做。所以，伊会当同理，会当徛伫别人的位置去感受，特别伊会当有这个疼会流露。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伊毋是干那动慈心，伊阁有一个行动，就是甲因的目睭蒙的，互因会当看见。兄弟姊妹，咱信主了后，毋是干那咱要享受这个恩典，但是要学习耶稣，我们可以动了这个慈心，为别人带互别人灵性的凄迷，来看见这个生命的光。伫今仔日这段经文，耶稣连续问彼得3摆，问伊啥物话？你爱我吗？你疼我吗？我想耶稣今仔日不只是要问彼得，今仔日伊嘛要问咱在座每一个人，甚至问咱每一个信主的人讲：你有真实疼我吗？我们爱主吗？我们爱主耶稣吗？这个问题，无有人会当替你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咱家己来回答。当咱向耶稣来告白咱对伊疼的时阵，当咱的生命有决定，咱要一天比一天搁较来亲近耶稣。咱今仔日圣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上帝讲：你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所以，当咱的生命决定要一天一天来亲近耶稣，搁较侪，来搁较侪疼耶稣的时阵，我相信咱的信用灵性也要得到新的一个转变。什么叫做新的转变？一般的人是为着家己来活，是要为着家己的好来积聚，为着家己的家。总是当咱要疼耶稣搁较侪的时阵，咱的生命开始学习要为主来活。这就是一个真无同款的辨别的方式。你掠了家己，一项是你放下家己，互主来带；一项是你为着家己求家己的利益；一项是你为着耶稣、为着上帝国、为着教会全体利益，而才来实相。你本来是疼家己较侪，疼家己的家，疼家己甲家己有关，对你好的，你较疼。总是当咱有耶稣的疼了后，咱会当去疼咱的对tượng，咱会当去疼别人，咱会当去疼甲咱无关系。这就是伫你的生命内面，你要做真大的分别。你有疼耶稣无？耶稣问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较赢这个吗？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胜过这些吗？这些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这个？这个在指人或者是事物物件。人有可能是指捌甲彼得做伙掠鱼的人，事物有可能是指鱼、船、希望，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嘛。这个拢是伊谋生的工具。伫遮耶稣想要确定彼得的心，所以伊问彼得讲：你疼这个物件有？你疼我有较赢这个吗？你爱我胜过这些你谋生的工具吗？彼得迄个时阵，伊怎样回答？伊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听了这个回答，就安那甲伊讲。耶稣就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你牧养我的羊。彼得结识耶稣的问题就安尼结束，总是耶稣佮继续问：约翰的囝西门啊，你疼我吗？彼得佮回答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佮无佮放无煞吼，佮无放伊煞。佮第3摆，耶稣又原问，耶稣问彼得讲：你疼我较赢这个吗？
你爱我胜过这些嘛？这个话是要爱彼得家己来反省，伫伊的生命中间，到底什么是上重要？是遐个人希存希望，还是耶稣咧？兄弟姊妹，耶稣上帝赏赐伫咱生命真侪遮个才能、温数、财富，侪恩典伫咱的生命中间，对无？总是如果咱看重遮个赢过上帝，这个物件就变做咱的偶像哦。我们说拜偶像，毋是干那讲咱讲无信主的人，因为拜迄个雕刻的偶像。如果咱的心中疼金钱赢过上帝，金钱就成做咱的偶像。如果咱意爱咱的财富或者是咱的才能，看重遮个较赢疼上帝，遮个物件就变做咱的偶像。所以透过这个问答，耶稣透过这个问答，耶稣要彼得定心来立下疼主的心志。有一句话安尼讲：信用会当对感觉建立，总是袂当建立伫感觉的顶面。信仰可以有感觉进入，但是不可以建立在感觉之上。意思就是讲，疼主毋是干那。一开始感觉基督教真好，我就来洗礼信主。基督教的礼拜感觉足好的，基督教的信仰足好，我足轻松的。这是起初互咱一个感觉，基督徒拢真好，我感觉足有疼心的，真好。总是当你进入伫教会内，你才发现讲，基督徒嘛有会失错的时阵，基督徒。嘛有无完全的时阵，因为人就是人，你袂因为信主了，你的生命完全变做安那？哇，那像穿一那新的衫，你啥物拢变做一个人。咱的改变是豆豆仔来，一步一步。所以疼主毋是用咱的喙伫咧承诺，嘛毋是咱头壳顶面的想法，嘛毋是感觉感受情绪。疼主是一个意志上的坚决的决定，所以疼是一个意志上、意志顶面的一个决定。咱要比出啥疼？这不是感觉的啊，这是意志上的决定。咱要疼人、疼教会，咱要怎样来改变咱信用的模式？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坚定的决定，是一种咱对内面到伫外面彻底改变出一个不让圣灵担忧的生活方式。兄弟姊妹，偌济时阵，咱是互圣神的欢乐。所以，咱来察觉，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让圣灵不用担忧？咱的教会是不是能够不用让圣灵来担忧？所以，疼主就是愿意对咱家己的心上有所割舍跟付出。人若疼上帝，这个人就是互上帝所办。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咱拢愿意成做一个互上帝所认办的人。耶稣连续3摆问彼得：“你疼我吗？”其实彼得嘛，互耶稣问得越来越不安了。所以这个不安感嘛，刺激嘛，带领彼得的心来问伊家己：我有疼主无？我有疼主较赢遮的无？我想有两个原因，主透过问彼得这个疼主的问题。第一，耶稣要来医治彼得的心。彼得捌3摆否认主，伊进前嘛做有自信啊，足肯定伊对主讲：主啊，我愿意为你来拼命。言下之意就是，彼得伊感觉伊家己疼主比疼家己较多。总是当彼得拄着真正要为主来拼命，安尼时阵，伊却要保全家己的性命，所以伊否认主。
因为兄弟姊妹，人无认主，人否认主的方式，毋是讲嘴巴没有承认主才叫否认主。有时伫咱生活的顶面，咱有时无小心，咱就无认主。有时伫咱的思想、意念、言行、举止顶面，一无小心，咱嘛真做迄个否认主的人。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庄头，哇，互即个军阀所掌控吼，要爱遮的遮的村民吼，来敬拜这个因的神，所以就想要迫害遮的基督徒。好，如果基督徒伊讲啊，我要听耶稣，上帝是我的救主，这样人就爱遭受怎么样处罚？好，斩杀或是被监禁。所以因就排队来到这个官长的前面，好啊，你有认耶稣做你的主无？你有认捌耶稣？你有听耶稣无？真侪人一就讲，我毋捌耶稣，我无听耶稣，好，放你耍，都是大人哦。好，然后这个官长伊就摕一张耶稣的像摕伫涂骹，伊讲来，即马恁一个甲耶稣的像搭过去。哇！这基督徒为着要保全家己的性命，因就安那搭耶稣的像，好搭过放你耍，表示你毋捌耶稣嘛，吼，你否认耶稣嘛。所以这大人一个搭耶稣的像，好，啊就徛边啊，好，你的性命拍死。到伫一个囡仔，一个细汉囡仔，伊无搭耶稣的像，伊甲耶稣的这张像摕起来，甲耶稣笑笑讲。这是我主日学所听过一个听我的神，我太会当甲伊搭落去咧。兄弟姊妹，这个小小的故事，互咱真大的提醒。你是要搭耶稣的像过去来保全家己的性命，还是你要合适这个囡仔，你甲耶稣的像捡起来，甲伊背背，将这个骹只背背，这是一位听我的神。我太会通甲耶稣的像搭，望咱的心真实发出听主迄种的困难。第二，耶稣透过问彼得听主的问题，要来回复彼得这个使徒的职分。主耶稣捌对彼得讲：“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得到啥物？得到鱼。”牧养主的羊群，这是使徒一个真重要的职分。虽然彼得伊捌否认主过，总是耶稣嘛听彼得。伊透过你听我嘛这个问题，伊医治彼得的心，伊嘛互彼得知影，主耶稣悠远听伊，也引带彼得来转去到起初听主的心志。所以，当人有领受到、感受到听，伊才会当去听人。咱拢是属主的羊群，主会将伊的羊群交互听主的人来引带。我想伫教会当接服侍的人，有长老、执事，也有团契的会长、干部、辅导等等，包括主日学的老师，才会同工，拢爱用听心来服侍，设立听的这种榜样。今仔日上帝中这的羊群，有囡仔，有青少年，有中壮年，有松年长辈，交托互这的首领、这的领导来学习用耶稣的听来听这的羊群。有一段话安尼讲，亲像 PPT 所讲的这个小小的一段话。有一个人伊讲：我去到教堂，我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耶稣，结果我却发现耶稣不在那里，他在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群里。那伫姊妹，咱来到伫教会，咱服侍久久，其实有时阵，咱这个服侍的模式，咱会互这个服侍的模式给限制住了。咱掠做咱咧做工，就是听耶稣，总是咱却忽略咱去服侍人。
服侍恁群。咱服侍毋是咧做工课，毋是我甲即项工课做好就好。所以为什么来到教会，咱甲人爱有结连，听别人讲话，甲人面对面来关怀，毋是干那做一项代志，毋是甲即项代志做好完成。伫即项代志咧做诶过程，搁较重要诶，耶稣有时会将羊仔囝带到伫你诶面前，互你来养饲这羊仔囝。有一首诗安尼讲，来，咱做伙来读。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遭误会，主啊，我心爱你。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事可依，主啊，我心爱你。家人离弃，朋友嘲讥，主啊，我心爱你。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赵君颖牧师。当伊的生活陷落伫困境的中间，伊写出这首诗，表明伊伫困境的中间，犹原要听耶稣。一个听主的心是真难的受分割。华语讲，一个爱主的心是很难受分割的。就亲像头头这首诗，伊表明出伊听主的心，伫伊的艰难的环境中间，伊犹原无甲主放离。弟兄兄弟姊妹，一个真实听主的信徒，我想伊会真自然来表露出听的心思行动。伊会听人、听教会，甚至听牧者。牧者嘛是人，嘛有不足，有有限，有软弱。什么叫做听牧者？听牧者就是会当扶持牧者的软弱，协助伊，成做伊好的同工。咱教会有真侪听牧者的人，愿主来纪念咱，成做牧师左右所好的同工，这就是听牧者。听牧者就是无互牧者来烦恼忧愁，无互圣心来担忧。咱来问咱家己的心：我听主吗？我爱主耶稣吗？进一步，咱来问：我听主较赢遮的吗？咱拢真实的圣诗，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这首歌是一个信仰的告别，是一首祈祷的歌。愿我为哪听你。当咱咧吟出的时阵，咱常时嘛求主，互咱听主的心情哪强。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哪听你，为哪听你。我心困求。
当有艰苦、忧闷、烦恼。虽然咱的气力会衰烂，吟诗嘛会碎声，总是咱的心犹原勇敢来对主行。咱的心犹原听主，听主无离，愿咱为哪久哪听主哪亲。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阮要听你，因为你大声来听阮。搁一摆，互阮伫你的面前来立志，互阮听主的心志，哪来哪亲，哪来哪做，哪来哪强。互阮会当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甲主你同工，会当来知主你怎样呼召阮来做你的使用。愿意互阮的泸州教会，成做一间光强壮大的教会，煞会当成做一间分享的教会。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听主的心，哪句话哪亲，愿愿话哪听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现在请起立，咱吟全首。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管理，为因更你性命。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为你要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只是听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管理，为因更你性命。主，我只是听你，尽心尽意，为你要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管理，为因更你性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为你要分着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现在请坐，这时咱同心来奉献，请师献同工准备。
现在请起立，来做伙来唱爱生命美丽。这是咱做伙来读金句。金句记载伫《酒报》正面、下面，咱台语读两解。请，人若听上帝，即个人就是互伊所望；人若听上帝，即个人就是互伊所望。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3节。所者，我来介绍新的朋友甲报告。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教会无？无吼，安尼我来用简单的报告。本会消息，今仔日台语礼拜堂了后，伫1楼举办个人报道方法甲着技巧，讲员是田心颖姊妹，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二，年度查销，主日礼拜了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3年顶半年财务的检查。第三，台湾教会广播社文字传道奉献主日交换讲台，今仔日国成牧师派往一个新竹中会鼓山教会。第四，第一届韩国3月地选。来到泸州时间是7月26到7月31，主题是做伙听泸州。第选的时间内底，望大家兄弟姊妹，你若有需要家庭探访的，来用个住在楼骹的广播栏，才来做登记。嘛欢迎兄弟姊妹伫个这时间内底，拢会当来教会来。做即个甲韩国短宣队来做伙来学习即个短宣的即个事工。第五，泸州教会3月底选的事工分组，我伫遮做一个报告。为即个总召集人，甲加入机动组是国成牧师，礼拜组负责暗会节目甲即个礼品的准备。传道组家庭探访甲街头传福音的事工。第三，关怀服务组东港3顿的食面事工。第四，总务组东港大个所在甲环境的整理事工。财务组底选期间经费的支出事工。教育组东港教育甲训练底选的期间，邀请大家伫个即个时间上会当出席的，会当参与的，大家会当斗阵来参与。第六，安息主怀，伫个蔡基祥兄弟蔡家南的老爸，伫个7月15拜六蒙主文调。伫个7月21號拜五早起7點，伫個三峽火葬場舉行火化的禮拜。當天上午的6點，佇教會集合出發，要參加的兄弟姊妹，請佇個1樓來登記。第七，關懷的探訪，7月28號拜五暗時8點，要前往黃秀月姊妹，有在場無？黃秀華姊妹因兜來做家庭的即個探訪，主旨是伫個正和街34號，拄好即個即個俊宏長老因迄棟大樓，邊仔就是7，愛記的。第八，
8月初5拜六暗时7点半举行敬拜赞美的即个培训会。讲完是有请到即个廖义珍老师，甲伊的即个敬拜团队。本会敬拜赞美团队成员，请一定要来参加。欢迎兄弟姊妹嘛会当来参加。第9，教会开办社区妇女团契即个合唱团，每礼拜日下晡的2点20分到3点半，时间是为7月18开始上课，费用一期是12届，费用是500块，由林义官老师来义务的教导。要报名的请着团导组的秀兰长老来报名。第10，教会要开办8月2台语课，是伫个每礼拜四暗时8点到9点，为8月初10开始上课，由叶仁和长老来授课。要报名游玩是找团导组的秀兰长老来报名。11，每礼拜3暗时8点是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2，教会最近为着设教150周年，即个活动投入了袂少的即个人力、即个物力甲财力，邀请兄弟姊妹为着设教150年的时间来关心大道奉献，回应上帝的听祷。团契的消息，伫个顶礼拜6甲礼拜，咱的即个暑期暑期的儿童营，上市我的厝边，即个活动的过程一切拢顺时圆满来结束。第2，上年的团契，伫个后礼拜主日下晡1点举行7月份的例会，请兄弟大家参与例会。什么事？下午1点。台语堂，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团契例会拢是台语堂了后来举办。好来，第3，青少年团契伫个8月18到20，举行3-4年的灵修生活营，基督的信仰甲价值观。地点是伫个9分教会灵修馆，对象是少客甲青少客客友，欢迎这小朋友来报名，费用是每一人1000块。报名请着少客即个香炉甲青少客卢宏宇来报名。具体相通的部分，咱兄弟大家来看，彼此为因代祷。教界的消息，咱嘛请兄弟大家来看。尤其是即个中职，咱伫个7月29，即个中职会，咱来伫个楼骹来报名。以上，刷者是宜坚牧师补充报告。较等台语堂礼拜煞伫1楼有即个个人布道方法甲技巧即个讲座吼，主要是咱信主久久，有时咱感觉讲咱嘛毋知要安怎甲人讲即个福音。那田心怡姐妹过去伫即个学员传道有受到真好的装备甲训练，伫遮甲咱做伙分享，要怎样个人要怎甲伊谈道，要怎甲伊传福音所以嘛咱会当若时间会使兄弟欢迎留落来迄个所在参加。再来就是伫下面，拢有打出即个短宣营会遮的schedule 也好，也是讲遮的需求吼，咱会当去斟酌看，若需要填写，咱嘛当伫迄个所在来填写。特别伫即个韩国短宣的期间，如果咱兄弟姊妹你有感动，像讲你也要买啥物水果，也是提供啥物饮料，咱嘛会当对咱的心发出，嘛会当做安尼一个自由的遮的提供来听来接待对国外安尼来遮的韩国人来甲因做伙分享。再来伫遮咱来真毋甘即个蔡奇祥弟兄伫一个真料想不到安尼即个因为大量出血，然后就
伫即个过程中间互注调转去，咱嘛伫祈祷中间来为即个厝内的即个家庭为因来祈祷，互因悲伤的心会当得到上帝的安慰。以上报告。刷只画面诗393首，河路全年稳定主宰，兄弟，请起立，咱金泉手刷只，则请以前牧师为咱来祝祷。河路全年稳定主宰，万族称呼感谢跪拜。历经信心，公义领来，上赞你高万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阿免。